劳动部昨公布今年第一季劳体基金的收益是超过8%，拢总赚超过3300亿。劳体薪资劳工口座平均一个人会当分到26000块。另外，针对劳体薪资提拨立法的议题，昨5月7日劳工大游行，劳工团体是提出诉求，要求头家要有关到12.5%。劳动部表示，因为这牵涉到修法，需要搁再讨论。台湾的股市徛今日2万点，嘛好着政府的基金。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拜三公布，今年第一季劳体基金的收益超过8%，赚超过3331亿。那以目前劳体薪资有1272万的口座来计算，平均每个人通分到26000块。也就10年来的平均都有到6.23%，看起来就是说，其实中间即使遇到了好几年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哈，但是它可以在因为长期保护短期的概念，把这个收益呢平均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稳健的收益，所以这个就是符合我们所谓的退休是长期经济的一个生活规划的一个状态。针对劳体薪资，劳动节迄天，在地劳团举办的5.1劳工大游行，也诉求提高雇主劳体提拨比率。劳体薪资规定，头家每个月要提拨劳工薪水的6%，入去劳工的口座做劳工的退休金。不过，这阵劳工团体讲，这个比率已经活20年无改，不过一直起因诉求要提高到12.5%。劳动部表示，这牵涉修法需要研究。劳基法在这个薪资的6%，我认为都已经太低哦，已经19年了。当初呢，劳委会在修改的时候，有时候10年会检讨，譬如说经济方面的一些数据，然后还有雇主的一些法定的成本、退休金的一个替代率等等，然后再去综合考量，然后也会去咨询劳资双方的意见。劳动部鼓励企业若有趁钱，会当参劳工以团体合约的方式提高劳体提拨比率。但是讲到修法提高，劳动部表示会参劳资双方专家学者召开会议讨论。去年有举办3场会议，今年会搁再规划讨论时间。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